好再俾小朋友朝早食黃麵包、腸仔、油炸鬼。大家好，我係註冊中醫師曹信欣。如果你嘅小朋友本身專注力已經差呢，你再俾高升糖指數嘅食物佢食，哇，血糖一下會飆到好高啊，專注力會斷崖式咁樣下跌。記住一句，高升糖嘅早餐會令到血糖急升急跌，好似股票咁樣啊，專注力自然好難維持。想小朋友嘅專注力穩定成日，朝早一定要食慢碳早餐。等我哋嘅血糖平穩上升，腦袋先可以保持清醒。而係3個慢碳家族，家長一定要記低。第一，燕麥家族，升糖指數只有55，最好揀原粒壓嘅麥片，例如愛爾蘭麥片，消化會更加慢。第二，根莖類嘅粗糧 GI 值大概42到54，例如番薯、紫薯、南瓜。呢啲替代白飯白粥咧就最理想。第三，全麥製品 GI 值大概45到50，但係一定要揀100% 全麥嘅產品，同埋要留意成分表有冇砂糖。朝早嘅一餐係好緊要，食得聰明嘅話，小朋友一日上堂都會好專心㗎。記唔晒嘅話，可以 save 低呢個 post 慢慢做。我哋一定要食好學好，幫我哋嘅細路仔打打氣。